唔知大家喺閱讀嘅時候，會唔會因為一段文字而對某種食物產生過特別嘅期待呢？又或者真係去試下作家提過嘅美食？今日嘅香港文學美食地圖第一集，酷咧將會帶大家嚟到咗香港嘅百年傳統零食鋪。喺李碧華嘅怪談系列《吃燕窩糕的女人》入邊就提到過呢個地方。燕窩糕陳二齋最有名，是招牌貨，這店有近100年歷史了。位於中環嘅呢間鋪頭呢唔算大，但係呢就可以揾到好多已經好少見嘅香港傳統懷舊零食。細個其實唔中意食呢啲老土餅乾啦，大個咗呢反而覺得好吸引啊！咁呢度呢，除咗燕窩糕之外呢，我仲買咗幾樣零食嘅，等我測評一下邊幾樣最適合拎嚟做香港手信啦。首先梗係試呢個燕窩糕先啦，其實我都未食過。吃燕窩糕的女人入邊呢，就係講述一個艷鬼追尋前世愛人嘅故事。咁文中男主媽咪細個唔食飯呢，佢阿媽呢就會買呢種燕窩糕矜貴嘅零食呢去氹佢。隻味呢就係好似雲片糕淡淡嘅白糖味啦，可以食得出夾心燕窩係微微脆嘅口感。作為一個手信呢都合格嘅。平啲嘅薏米餅呢，隻味同佢幾似嘅，但係就比較乾身硬啲。我自己咧比較中意呢個蠔油豆，佢係越嚼越香嗰種。我之前是看皆大歡喜種草的。最推介係呢個杏仁霜，杏仁霜真係有杏仁味，而且飲入口嘅感覺好 smooth。當我哋真正去品嚐呢啲嘢食嘅時候，可能未必有文字描述般咁驚豔，但係透過呢啲故事嘅眼睛，唔再只係食物，而係文化、歷史同埋個人記憶嘅縮影。下一站又會係邊一道藏喺文字中嘅味道呢？敬請期待。